唔看過黃色小可嘛？唔外面放放，行氣氣噗噗。也愛欣賞發現嘞，不用誒。我娘說過2禮拜半紅的黃色小褲。為什麼男生會佔這麼大多數？因為我覺得這個年紀的男生就是比較幼稚。啊，不要靠近我啊，重點是。男生不是比較幼稚，就是來，重點來哦，男生不是比較幼稚哦，來咯。上國中的時候，一次接觸到大量的黃色知識，我真的是沒辦法招架。你不懂的話，就像他剛剛講，就是說你裝純潔，然後可是你就是真的不懂。不要去嘗試阻止你小孩看黃色笑話，他絕對不會停止的。一個身為聽黃色笑話超過35年的人來講，我想應該是不會停止。來。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向日葵，歡迎收看2禮拜嘅小愛試天譜。前部嘅你當到個討論性別教育，你了解年紀嘅時候，萬一青春期咧，所以講到性別相關知識，唔單講兒童接觸，亦係兒童探索。其中最常哋看到嘅是性別相關小課，到底佢哋講乜嘅小課，談呢之後乜嘅反應，先從2隻童話開始看。啲人了扮空，係唔係有人會講黃色小可呢？照COA嘅門檻調查，同學會講嘅黃色小可，單單就得分咗3類。第一類講話暗含性器官，也係性行為；第二類學性行為嘅動作；第3類講黃色小可。也係從歌曲當中有性暗示嘅歌詞。今日呢，一條黃色小可，原來係對奶來嘅喏。所以我會講有名錄小可，韓國名錄名人嘅創作，還有泰人名讚，韓國就係性教育嘅課本哦。在通話之後，先你看一下針對30個小學所做嘅調查，是幾條嘅辦項，到底係誰來講黃色嘅小可下多，也係誰沒？來，從我們的調查，30名小學說女生比較多的，這樣就是要聽聽；男女一樣多的，有5感應哦。結果剩的30個小學扣掉6個，當然就是24個，幾乎都是男生講黃色笑話比較多。只有一個例外，請問那個例外留在現場。來，麥克風給秀秀。我們班女生對性的聯想比較多，對性關於性的那個諧音也很敏感。就是曾經國文課本上面有一個詞叫高潮迭起，我們班女生全體就開始在笑，但男生都沒有反應。男生他就是聽到之後，本來還沒有反應，但聽到女生笑就跟着起哄，然後搞得國文老師很尷尬。老師怎麼面對這樣的狀況？老師說，在我課堂上不要開黃色笑話。好，我們繼續上課。啊，老師也把他認為是在講黃色笑話。對。哎，你看下來看，除了誰沒下到秀秀那個另外之外，誰是男女一樣多的？周妹。其實我們班是那個男生多一點點，比女生多一點點，但是有些女生是很矜持，就是裝矜持那種臭綠茶，就是他們明明懂，然後就是要裝不懂，然後我可以先講我不懂什麼是臭綠茶嗎？柚子可以示範，來柚子。沒有，我們班沒有綠茶婊，可是我來倒數5、4、3，來開始。啊，你們在講什麼？我聽不懂。好髒哦！不要靠近我啊，臭男生。我才剛開始我就學到了一個新的哈，來，我好奇問一下。誰可以告訴我，你們想背後的原因，為什麼男生會佔這麼大多數？男生，我覺得在我們班男生啊，他們很愛玩，什麼都可以玩，就連最基本的阿魯巴，因為男生撞下去會痛嘛。因為我覺得這個年紀的男生就是比較幼稚。其實像剛剛妮講的，可能話比較多吧。就是我們其實女生也懂他們在講什麼，但是男生就比
比较喜欢把这样的东西拿出来开玩笑。女生瞎起哄好像反应就很大，其实女生觉得这有什么好笑？对，就是女生懂也不会想讲。有没有男生要反驳的？男生不是比较幼稚，就是来，重点来哦，男生不是比较幼稚哦，来喽，成熟的来喽。因为有一些人他们比较喜欢出风头，所以他们想要引起班上的人的注意。那他们觉得关于性这种东西比较敏感，所以大家可能会对这种东西比较有反应。所以他们就会拿这个在上课的时候开玩笑，甚至是平常的时候就会拿来开玩笑。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其实大家对这种东西，其实有一些人就是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很反感。我觉得很棒的反省，而且身为男生讲出这样的内容。那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图表，听到黄色笑话时，那究竟会有哪一些反应？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我听不懂，但我怕好像我被那个群体给隔离了。即便我听不懂我笑，我跟着笑，装懂。好，3个人，你以为很好笑，有些人听的是会反感，有些人好像人多势众，我就比较不会有丢脸，或者是好像不好意思，我就加入他们一起讲。一半，我不是假装没听到，就是假装听不懂。我们从少的开始，请问有没有不懂也装懂的在现场？我觉得我会不懂也装懂，原因是因为男生他们一群人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讲黄色笑话，那一群就是朋友就会开始慢慢每一个人都会讲，然后当你不讲的时候，好像就是你会被排斥，因为他们在讲，你就完全不知道笑点在哪里，然后呢，他们就渐渐与你疏远。你不懂的话，就像他刚刚讲的绿茶婊，他就说你装纯洁，然后可是你就是真的不懂啊。你有办法举出一个你还有印象的例子吗？曾经他们讲什么，其实明明你是听不懂的。就是他们就上课，就是下课的时候就在那边说什么老司机什么东西的，然后笑一笑之后，然后我就过去问他们说那是什么，然后就说你不知道吗？现场谁可以告诉我什么是老司机？又是，哇，你真的是我们的活字典呢！来，麦克风交给 Working Dictionary。对，就是来，各位乘客安静了，司机要发言了。不是，就是你可能对这种性知识方面的很有博学多闻，你可能会被称为，或者是有时候你会在有一些社交平台上面，他们可能会用一些很神奇的方式，让你找到他们可能会带你去一些神奇的连接。你们在讲什么？我听不懂。就是老司机有点类似，就是对这方面很熟练，你知道吗？就是某一个特定知识领域的意见领袖的那种。对吧？老司机的定义你清楚了吗？清楚了。 OK 了哈，来继续看。会加入跟别人一起讲黄色笑话的，我其实对黄色笑话这种东西蛮好奇的，尤其是我上国中的时候，一次接触到大量的黄色知识，我真的是没办法招架。所以国小到国中跨的那个坎很高的感觉。真的那个领域，可是明明就只差2个月的暑假，有什么差别？因为5、6年级他老师就是禁止全班讲，只要讲的话就会被处罚，但是国中班导不会在教室里面。就是盯着全班，所以下课时间或是别的课的时间就会完全就是大解放的感觉。加入一起讲是那个增进友谊最速成的方式，就是大家都提到了，真的。对，然后可是我也不是说一定会全部都讲，我有我的原则，我觉得只要是有提到有关就是女生的性器官相关，我真的觉得不行。OK， 看你的朋友在旁边一直讲黄色笑话的时候，你自己一个在旁边不加入，就觉得你好像特别的隔离他们，或是会让你觉得你是自命清高嘛？不是会让别人觉得你是边缘人。哦，就是变成说他们可能讲到比较新的智慧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笑，我看他们反应，我可能也只能跟着他们的反应去做一些适当的反应出来。所以对你而言是一个动态的历程，一开始是。其实你不懂，可是慢慢你发现，不行，我要先装懂，然后接着我不但懂了，我还可以跟他们一起讲。对，就会变成是一个步骤嘛。黄色笑话有在某个时间，就是某个场合，就是开是好的，下课时间，然后再讨论比较好笑的话题，或比较不严肃、比较开放的话题的时候，你有时候讲一些黄色笑话会炒热气氛。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在讲严肃一点的话题，
如果你那时候讲黄色笑话，就会像那个表现出反感，就会让人觉得反感，就是这个时间点不该讲黄色笑话。就有时候讲，有时候不讲，要看场合跟时间。那我更好奇就是，其实一半的小欧都会装作没听到或者是听不懂。现场谁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明明听到了，然后你要假装没听到，或是你要假装听不懂？偶尔开黄色笑话的时候，我就会说，哦，我不懂啊，我真的不懂，但他们都知道我懂，然后我就说你是我是就好了，就是这样，所以你根本是假不懂啊。绿茶啦！假装没听到，应该说我现在是国二，然后经过1年之后，大家讲的那个黄色笑话，性知识也就现在能学到，大家能知道也就那一点，你能开出来的玩笑也就那一些而已。所以你听了很多遍之后，你会觉得很无聊，你就会觉得，我就装作没听到，我也不跟你笑，你就不会再讲了。要不然就是你去找一些新的梗。这个好像还蛮有意思的，我不笑，是不是对方就不会再讲了？但就是不见得每个人想法都跟他一样啊，就有些还是一样不懂也装懂，就还是会继续笑啊。哦，所以网络上还是终究是会有观众的，对啊，一定会出现新的梗啊，他们就继续去看，然后继续讲，继续笑。就是源源不绝的黄色笑话，对啊，在你人生的路途上，这应该是不会停止的吧？应该是，你觉得这是不会？我觉得这应该不会停止吧。一个身为这个听黄色笑话超过35年的人来讲，我想应该是不会停止。来，除了反应，还有一件事情，我们接着要请大家一起讨论。这件事情其实也很重要，就是刚才可可也讲到，就说有些人听的是反应感，那黄色笑话该不该或是不是有一个界限？那很多人讲笑话，他的初衷是因为笑话，希望让你笑，笑可能是一种开心的反应，可是其实黄色笑话常常引起反效果。那究竟界限在哪里？就是其实我虽然在班上算是说开黄色笑话的，就是很多人就是其中一个，但是说我会自己规范自己，说你不要去对别人的身材有一些批评啦，就是对。曾经就是有一次我们班有一个女生，我觉得她真的很过分，就是她就当场就是可能在教室的前端对着尾端的坐在椅子上一个同学说，女同学就对她说，你站起来一下，然后她就站起来，然后她就说，你没有凸起来，哦，坐下啦，这样子。OK。所以我觉得，就我在旁边听着也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批判别人的身材？所以你觉得？请问后面现在绿茶跟司机是有没有？我觉得这已经不算黄色笑话了吧？这是什么？这已经有点霸凌，这已经有性骚扰。来，他讲到关键词了。黄色笑话如果操作不当，如果我没有把界限掌握好，会不会就变成是柚子讲？其实它就是一种性骚扰。我们之前在小欧讨论过，不管是言语还是动作。在那个人做了这样的事情之后，你会感觉到不舒服。其实，尤其是跟性相关的内容的时候，高丽菜。我觉得除了秀秀刚刚讲的身材以外，我觉得不能拿人家的名字开玩笑。名字？对，我们班有一个男生，他的名字中间有一个加，加减的加，嘉义的嘉，嘉义的嘉很正常啊。对啊，然后我们班就会把他取谐音说，就会叫他嘉明。嘉明。对，就会这样乱叫，而且后面有人在笑了。明天的明，就是老师就同学开玩笑，老师就以为你的名字真的叫嘉明，就那个嘉明你功课还没交然后全班就会笑，但是也没有人跟老师讲他真正的名字是什么。那算一个梗。哦，对，黄色的梗。有人跟得上吗？要解释。对，其实很久。来，我们请我们再度打开我们的活字典。我觉得啦，其实讲的人也有人也不知道，就是也不知道嘉明是什么，但是他们可能知道这是一个黄色的梗，然后他们就跟着一起讲。我觉得应该要先让小孩知道，就是那些是什么东西，然后让他们先知道，他们就不会因为不知道，所以觉得很好笑，然后在那里不晓得在笑什么啊哥的。
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东西，然后把它变成一个笑话。我最近一次的经历就是其实是让我蛮不舒服的。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的底线就是别人可以对我开玩笑，可是当开到我跟别人做某些事情的那个主题的黄色笑，我就会不高兴。是，像上次我去催交东西，我是卫生股长，然后我要催交像是午餐要不要订购的调查的时候，我就去找一个男生，然后他就是平常就是班上的嗨咖，就是有柚子这么嗨吗？差不多啦。我是正面的，这个是正面的。然后就是我去催他交的时候，我忘记我是讲到什么敏感性的词语，然后他就突然说什么你要不要跟我去厕所，就是那样的意思。然后我当下是因为很多人，我不想让他太没有面子，我就笑笑说。我觉得不好笑，这样。是。然后等人散了之后，我在下一节下课，我就过去跟他说，那个叉，我不喜欢你刚刚对我开玩笑。然后我脸超严肃，然后被我吓到。然后从那次之后就没有再对我开过那样的玩笑。他知道我的底线。那时候我是觉得他是值得交的朋友，然后我也不想要因为就只是一次的玩笑搞得破裂。很棒，我觉得你处理得很棒。不仅仅顾到自己的感受，在不舒服的时候，他也顾到了那个人的感受。谢坤之后，哈拿到了。黄色小课相关的内容，你念是转来。欢迎各位转到小时科普节目的现场，刚才你看到小。都學教老同學，我是自家老朋友講黃色的效果，其實你喺呢度係咗當從就話關鍵，從學教唯有線上對烏下老朋友下巴唯有繞嘅唯有台人，到底台人對呢度扮演乜嘅角色？按照兩張實際故事來開始看。我同班紅將小世界細妹同學組一個細團體。有一日，有面傳黃色小褲，條下大家看到都見笑，然後就開始講黃色小褲，家長知道殺嚇到，嫌先生愛處理。唉，我能自己本先生罵到勁叫，不過這件事情了後，我能嘅感情都變到很加好咧。我嘅學校制度有啲先生會用學生嘅信號器來伴大家上課更加有精神。比如講，大家親為動物水嘅數學課，數學先生上到一半會好點點嘅講黃色小課，搞數學算術嘅時間，條條老人工作亂，100就變成1加上2粒亂。講退數嘅時間就講老數師用你去見風度高高咧，會等於乜嘅？大家聽落就應笑，精神就來咧，對班咧就冇人動木水咧。你家看到兩團同法係講簡單來講哈，所以用一張圖來表示。誰講？究竟小孩互傳黃色簡訊讓家長驚恐，對上有一些老師為了鼓勵大家，好像上課更有精神。剛才那個動畫，我們看到例子就是高麗菜的老師講，比方說，1跟2顆蛋蛋，然後 X 跟 Y 到房間裡去搞一搞。我們先請當事者有沒有什麼要補充，或是這件事情對你們帶來什麼影響？我覺得啦，只要老師在上課講黃色笑話，不要太 over， 都是好的，因為他的目的是要讓我們醒過來嘛。但是老師只要一講，全班就會哦，然後大家都醒了，所以我覺得這是好的，就是他有達到他的目的。那是一位男老師嗎？對，男生。Okay， 所以身為女生，你也覺得那個程度沒有逾越不適當的黃色笑話的範疇？對。來，你們覺得老師在授課的內容加入這樣的素材，加入這樣的刺激，是正面的，是好的，請舉手。13個小歐，我看到13隻手。我們聽另外一個例子好不好？小孩就是秀秀啦。國小老師管比較多，真的在國小的時候管比較多，課堂上不能講，這樣就被處罰。那我們就會回家用比較資訊一點的方式，就是互傳這些東西。
然后纯文字而已吗？还是纯文字 ？OK， 我们完全没有加入什么特别奇怪的方式什么之类的。对，就是我们真的就是纯文字。然后后来就是说，其中有个同学的家长会检查他的手机，看到之后就觉得说，怎么可以这样子？不妥。对他觉得不妥，就是他去问老师，老师就问我们说，你们到底是谁先？但是没有人承认。当下我爸妈知道之后，花了一个晚上在跟我讲说，年纪还那么小，你如果不知道正确的知识的话，就其实不要就是太相信他们，或者是乱讲话。你们觉得，像这样程度的，就是同学间传黄色笑话，大人们不管是老师、你的父母或是其他的长辈，怎么看待小欧们讲黄色笑话这件事情？当然，大人不要把我们讲黄色笑话这件事情讲成是一种很轻浮的态度。其实性教育在教导的跟我们黄色笑话在讲的是差不多类型，就是我们也是从那边得知，然后就我们用另外一种比较没那么严肃、比较好玩，我们能够真的能听懂、去了解的方式去跟彼此开玩笑。那其实也是我们互相学习的一种。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开始先传达对的东西，之后让他了解，然后之后他才能去开玩笑，他才会知道那个界限在哪里。当然，这个界限的拿捏要活得越久，越知道这个界限在哪里。一天一天在增长。有，就是我觉得我妈算比较开放，她小时候差不多5、6年级，有稍微跟我解释说这些是什么什么，就是可能就是稍微起码跟我讲说玩笑就是不能。就是不要去越界，对越界。你如果稍微讲一下，就是跟同学讲一下，因为他知道我们一定会讲啊，你不要去尝试阻止你小孩看黄色笑话，他绝对不会停止的。家长，我觉得家长就是你要去跟他讲说正确的，就是因为你孩子永远不会停，对你跟他讲正确的，跟他说什么可以喊，你不能人身攻击。你们试想，讲黄色笑话有什么动机？我们看一下，有些人呢，他觉得是我都听不懂。所以我已经长大。那有些人觉得说，讲黄色笑话，他是为了什么呢？对于性的好奇。哪一次的录影像今天有这么多笑声的，就很好玩嘛。我们会对他好奇，小孩子对他好奇，是因为大人都没有讲啊。我们会认为他是一个不可以谈论很神，不是神圣，就是我们是一件我们不能知道的事情。那小孩子就很屁，就是你越近我们就越要去做，我们还要把它做得很烦，让你们感到很愤怒，你知道吗？就是小孩的心态。或者我们看另外一个，你们一开始所有人都会讲到，为什么我要假装听得懂？因为我不想要跟这个群体有疏离感。我比较偏向那个和麻吉友谊零距离那一项，因为我举一个例子，我从国中到现在，大家就是女生朋友之间，俗称的闺蜜之间，对，就是我们会觉得说，透过那种带有颜色的语言，是那种真的是没有距离感的，就是感觉很亲密那样。所以我们通常下课时间或者是什么时候，就是会互称臭鲍鱼之类的。对，就是直接臭鲍鱼。但你 OK， 你是笑笑的回应这些。真的，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并没有认真的，我们只是一个友谊的表现。其实我觉得这是有阶段性。你是哪里？我目前是和麻吉友谊的，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阶段性，就是你最一开始会去想要开，一定是因为你对性好奇。如果你的家长或者老师没有教的话，你一定会觉得他很好奇。等你去了解一些词汇之后，你会开始把它讲出来，然后变成是表示我自己已经长大，你觉得自己很厉害。差不多在国小大概5、6年级的时候，感觉就是跟他说，我都懂。在国中的话，起码我班上就是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我们就没有谁比较厉害，谁比较好玩，谁比较怎样，就变成是我们这是一个沟通方式，你知道吗 ？OK， 谢谢各位的分享。大家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那个界限怎么拿捏。那在节目的最后，我自己分享一点点，我们讲一个很老套的东西：非你莫看，非你莫讲，非你莫谈。讲黄色笑话之类，係講呢種把禮貌莫超過禮貌嘅範圍嚟講演啫。而唔單講，在本現場嘅氣氛很難發落，同時選舉嘅時候講，還在從地圖好多新嘅相關地形。以上2點係小嘅分享，也讓大家聽下來分享。以上是2禮拜節目內容，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看。下個禮拜6，我們就7點半記得準時收聽。最後係4點半，拜拜。现在有报名上课的有几位？
要开课。便当课，待会吃便当的时候，老师